来看台南西港的东顶拿保安宫，因的旧历歌阵传承240年啊。那是这西港啊挂香传统文镇之一，也是在台南市定的无形文化资产。标远今年特别出版这斗阵来唱旧历歌，甲历史文化也有团员的心声拢收录起来。希望讲这农村的艺术会当继续传承落去。查甫囡仔扮做弹、角顶角色，那跳舞打钉，佮结合音乐，这就是台南东顶拿保安宫旧历歌阵的特色。早前做事人修行完，拢会跳这做伎娘，传承到今有240档的历史，也是各地民俗西港乡内底传统本镇之一。比方讲的式团去，这摆出册甲因阵头的创立历史、训练的点点滴滴，拢收录伫斗阵来唱旧历歌内面。唔要式团去，要用心经营，继续传承落去。唔只用这本册来做纪念。讲到三个这个前辈交后辈这个家族吼，因透过因的家族的传承，将这个使命把它承担下来吼。我想透过这本册，咱看到咱这个东顶拿保安宫旧历歌阵伊整个的发展的过程。3年一考的西港歌乡保安宫，拢会做旧历歌阵来甲千岁爷留结。比方讲，早年庄头内底，大家烧正要来练习出阵。不过，即摆时代无共啊，庄内八成拢是老大人，佮加上少讲化影响。为着要克服传承的危机，因参在地国小合作推广，把世界到各庄头找囡仔来参与。旧历歌阵对阮歌乡吼算非常重要啊！吼，伊参加阮歌乡嘛已经有100多档，伊在古马宫的时代，伊就有参加。过去的像庄头的长辈。大家拢会晓学这个语言啊！我落来接这个旧历歌的时阵，我感觉安尼唔是办法啦。文化局讲，甲阮新杂料列入无形文化资产，每年也有迄个经费，我有迄个叫老师，请老师来甲阮教。农村社会的传统文化若无注重，就会渐渐失去。即摆东顶拿透过各种方式来保存，比方讲对今年3月开始。逐礼拜六，因伫庙埕拢有教学训练，就毋望通甲这项100年顶头的精华继续传落去。记者李松台南采访报道。